面对疫情对清零到甲病毒共存一路行来现象，宜兰陈树平伫总日巡一边检讨，强调中央政策不足有缺失的地方，得爱超前部署来调整。会中甚至质疑疫情爆发以后的台南医疗量能敢是有够，以中辈坐富康巴士结果卡进过身，表达痛心。我们第一线的人员都很辛苦，我也知道他们你们都3班制在加班。议员，我没有休息哦，我24小时都在上班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你们底下的部属，他们也3班制，24小时。对，我在弄这情况，我没有否决你们的努力。我是讲中央的政策，那是不足，您来经济欢迎，你们要强而有力的反应啊，然后我们地方要做好调整啊。很多工作，包括市政工作、防疫工作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我们当然会再努力。不过有时候第一线，您刚刚讲，您看那个里面都有写说医疗量能面临崩溃，在右下角那个，为什么会面临崩溃？因为就是说这个疾病，我们平常医护人员要应付，要帮忙市民朋友们健康把关，平常的疾病已经很辛苦了那还要再加上这个 COVID-19， 所以当然同样的人面临更多的工作量，就会比较累。疫情的冲击，如何市民避免惊吓，对要求变成笑容，议员强调就是政府的责任。会中表示，虽然中央已经一步一步放宽就医的交通，不过质疑防疫客运车服务需求量不够，要求随着确诊数增加来扩充。咱的防疫计程车可能是我投资料一上是34部嘛，那我也跟吴处长。他我也跟他争取说，是不是我们在这个防疫计程车的量能要多出来？咱袂使讲叫加速载呀。有需求来征用，他们都会愿意来提供这样的协助。那也跟议座报告就是说，这个使用的状况，我们会在横屏，就是每一天每一个驾驶大概目前平均大概是出车3到4趟，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太累，因为这个接送的这个趟次如果太密集。司机的身体状况下，因为他要面临那么危险的环境，所以我们要保持他健康的这个防疫的能力。除了关心疫情，也嘛关心大家国小校舍顶现供不应求，以及北湾北行李活动中心的空间严重不足等问题，一并要求市府解决。台南新闻，军职刘品言采访报道。